你干什么呢？变态啊！不是，钥匙在他口袋里啊。口袋里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掏过。露馅了吧？还说和他没关系呢？连钥匙都知道在哪儿，还掏过？孟小姐要吐了，咱们赶紧进去吧。一起。哎，不许坐！林先生，我跟孟小姐真的没有什么。没什么还不走？大哥，别走，别走，我就是觉得她有点……别走。我也有点。哎，还是不许坐，还是不许坐。哎，咱俩坐门口去，还有事可叫我们。走。大哥，别走，别走。不行，走。林先生，我跟孟小姐真的没有非分之想，我就觉得她这样吧，我有义务照顾她一下。我相信你没什么，但是再不走的话，他就，不是，你们就说不清楚了。我不太明白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是被她男朋友派来拍你们俩出轨的证据的。我更不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孟小姐，拍啊！啊？拍吧。那个，要不你拍她？我倒是想，但是我有女朋友了，还是你吧。我，你们都走吧。在你们的眼里，我应该就是那种很不堪的女生吧？所以，正经的人是不会跟我在一起的。不是的，小仙女，我特别喜欢你。喜欢我？有多喜欢？你会和你的女朋友分手和我在一起吗？你女朋友其实很幸福，因为你不会劈腿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活该被劈腿。孟小姐，你不是那样的人，她劈腿是她的不对。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。好姑娘。你们走吧，就这样吧。也许他有更喜欢的人，是我自己根本就不够好而已。我拍，我帮你。咱们拍亲密的照片发给你男朋友，我要让他知道失去你的痛苦，我会帮你把他找回来的。